大家好，我是隋医师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关乎每个人、每个家庭的生死话题。癌症不是制造焦虑，而是我们身边的真实数据。每4分钟就有1个人被确诊癌症，1个月下来，超过1万人受其困扰。很多人觉得癌症离自己很远，可一旦发生就会慌了手脚，要么盲目相信偏方，要么对西医治疗过度依赖。而我不仅是一名医生，更是一名肺癌患者，曾经花了上千万试过50多种疗法，从西医到自然疗法，一路摸爬滚打，最终走出了抗癌困境。今天我把自己的抗癌真谛、实证有效的养生方法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。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说过，4种方法就能降低患癌风险，到底是什么？我的抗癌餐盘里又藏着哪些人人都能复制的秘诀？一定要耐心看完这些内容，可能会救你一辈子。2014年7月10号，我做健康检查，自己看片子就发现中奖了肺癌。2天后我就做了手术，当时我信心满满，因为我一辈子都在做西医肿瘤医学，坚信现代科学能治好我的病。术后1个礼拜，我就开始跑操场，接着接受了4个疗程的化疗。可化疗之后，我才知道西医治疗也有极限，副作用严重到什么程度？走100公尺就喘得不行，还因为肠阻塞住院。更让人崩溃的是，治疗5个月后，肿瘤又复发了，我的肺已经割掉一部分。找外科同仁，他们说继续割，可我心里清楚，再割我的肺功能就剩1半了。我才50几岁，可能不是死于癌症，而是肺功能衰竭。找内科同仁，他们建议换2线、3线药。我自己就是医师，当然知道最好的药都是第1线用，最有效有实证。换成2线、3线药，效果只会更差。那一刻我明白，在主流西医里，我可能找不到能帮我的方法了，所以我决定走一条不一样的路。就像当年神农尝百草一样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试过的疗法不下50种，里面确实走了很多弯路，缴了不少学费。如果一开始就找对路，可能4、5种方法就够了。西方医学不过200-300年历史，而人类养生文明已经超过500年。不管是古老的传承方法，还是现代科学的新科技，只要不伤害身体，对健康有益，哪怕不在主流医学范畴，我都愿意去尝试。很多人可能想不到，八字、风水、命理、紫微斗数这些，我不仅接触过，还专门去学过。还有西方偏灵性的东西，比如灵气、花精、阿卡西记录，只要能找到的，我都尽其所能去涉猎了。我当时就一个想法，多尝试一种，就多一分希望。作为一名西医背景的医生，我很清楚西方医学的优势，它是实证医学，能清楚告诉你什么有效，什么有副作用，什么是它处理不了的，让民众有清晰的认知。而非主流的自然医学，确实存在不够明确的地方，它可能帮到人，但你不知道自己选的方法是对是错，甚至可能受到伤害。所以我当时就抱着神农尝百草的心态，自己先试过之后再告诉大家什么有效，什么没用，这样既能避开坑，也能把真正有用的方法分享给更多人。在我的抗癌路上，饮食调理是核心，我总结了一套抗癌餐盘，其中低糖生酮饮食是关键。很多人都有个误区，觉得吃油会胖，其实真正让人胖的是碳水化合物，也就是我们说的3酸甘油酯。当然不是所有油都能多吃，饱和脂肪酸比如猪牛羊等红肉里的油就要适量。低糖生酮饮食的原理是1938年德国诺贝尔奖得主发现的瓦伯格效应。癌细胞的线粒体有缺陷，只能靠糖分当养分，而我们人类的正常细胞既能用糖分、蛋白质，也能用油脂当养分。癌细胞的分裂速度是正常细胞的510倍，我们竞争不过它，那就干脆不给它吃糖，改喂它油。低糖就是少吃碳水化合物，生酮就是多吃好油，让身体产生酮体。我们可以通过检测酮体，判断自己是不是吃对了。这不是非主流偏方，是主流科学。只是医院里只负责杀死癌细胞，不会管你吃什么，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而已。除了低糖生酮，我还特别推荐大家多吃十字花科和葱属蔬菜，它们是名副其实的超级食物，
抗癌、抗菌、抗病毒、抗氧化，能改善新陈代谢，减少心血管疾病、脑中风的风险，几乎无所不能，而且还特别便宜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天要吃57份蔬果，其中2份水果，这就是养生抗癌的关键。有数据显示，每天吃5份蔬果，糖尿病发生率会下降；每天吃超过600克蔬果，癌症风险能下降2%、10%，还能降低中风、心脏病的风险。具体来说，十字花科蔬菜包括青花椰、白花椰、花椰菜；葱属蔬菜就是蒜头、青葱、洋葱。大家不用把它们当主菜，比如洋葱炒蛋、炒菜放蒜，作为辅佐食材就好。这里给大家一个量化标准：煮熟的椰菜类半碗就是1份，每天吃2碗半就够了。水果按拳头大小算，2个拳头大的量，比如大香蕉吃半根，小芭蕉吃1根，按比例来就好。可能有人会问，这些蔬菜是生吃好还是煮熟好？从功效来讲，生吃更好，能最大限度保留营养。但从副作用来看，熟食更友好。葱属蔬菜里有硫化物，生吃容易胀气，肠胃不好的人可以煮熟吃。这些超级食物的核心营养就是硫化物，它的抗菌、抗癌、抗发炎、抗氧化作用都是有实证的。除了蔬菜，多吃好油脂也很重要。好油的定义就是富含欧米伽3或者能转化成欧米伽3的油，比如橄榄油、亚麻仁油、苦茶油，还有鱼油，像鲑鱼、青鱼、秋刀鱼里都有。坚果类，比如核桃、夏威夷果、牛油果，也富含好油。平时炒菜用橄榄油，凉拌菜放亚麻仁油。每周吃23次深海鱼，偶尔吃点坚果，就能补充足够的好油。我的抗癌餐盘里还有菇类和藻类，它们的防癌效果是有实证医学支持的。它们里面含有丰富的多糖体，这是抗癌防癌的重要成分。现在很多人会买褐藻糖胶当营养品，一盒就要好几千块，其实不如每天吃点海带，一整盘才20-30块，性价比高多了。菇类也是一样，很多人觉得冬虫夏草好，我当年得肺癌时，中医师给我推荐冬虫夏草，1两比1两黄金还贵，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就是虫草素。其实像巴西蘑菇、香菇、金针菇这些常见菇类，都含有类似的营养成分，平时多吃点，不用花大钱就能养生。另外，益生菌和健康也息息相关。我生病之后，查阅了大量医学文献，发现益生菌可能是我忽略的关键问题。中医里说，肺与大肠相表里，我得了肺癌，大概率和大肠功能不好有关，而大肠功能又和肠道菌群密切相关。后来检查发现，我的肠道里坏菌多，好菌少，这也是诱发疾病的重要原因。现在大部分人都需要补充益生菌，就像补充维生素 D 一样，几乎80%的人都存在益生菌不足的问题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益生菌的来源很广，奶制品里有，非奶制品里也有，比如泡菜、味噌、纳豆、豆腐乳，还有一些水果干，都含有益生菌。平时多吃这些食物，就能调节肠道菌群，改善肠胃功能。很多人听说过饿死癌细胞，我也试过断食这种方法，甚至试过1个礼拜不吃不喝，一滴水都没喝。断食在东方叫辟谷，是自古就有的养生之道。核心作用有2个，一是让肠胃得到清理，二是重整免疫系统，提升免疫力。我不能说它能饿死癌细胞，但它提升免疫力的效果是有医学证据的。我自己有仪器检测，断食前我的交感神经很亢奋，说明我很紧张、焦虑，一直担心病情不好。断食1个礼拜后，我的5脏6腑经络完全趋于平衡，脾经的能力也提升了。脾经对应的就是免疫系统。但这里必须提醒大家，断食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监督下进行。我当时是有专业指导的，千万不要自己盲目尝试，尤其是体质弱的人，容易伤身体。还有5大防癌营养素是不可或缺的，分别是维生素 D、叶酸、B12、镁等等。这些营养素便宜又好用，与其得了癌症花上100万治疗，不如每个月花1-2千块提前补充，降低患病风险。首先是维生素 D， 很多人觉得晒太阳就能补充维生素 D， 其实不对。我查过一篇文献，非洲妇女每天在阳光下做农事，维生素 D 依然不足。全世界不管东方人、西方人，不管晒不晒太阳，
大部分人都缺乏维生素 D， 不是太阳不够，而是我们的食材里缺乏制造维生素 D 的原料，再怎么晒也没用。台湾的营养调查显示，80%的人维生素 D 不足，50%的人属于严重不足，需要马上补充。补充维生素 D， 食物优先，植物类可以吃菇类或者添加了维生素 D 的豆类、牛奶，动物类可以吃深海鱼、蛋黄、牛肝。如果检测数值在20以下，建议直接通过营养素补充。然后是叶酸和 B12， 缺乏这2种营养素会提升患癌风险。叶酸的来源有深绿蔬菜、动物肝脏、蛋黄、牛油果、全谷类。B12的来源主要是肝脏、猪牛肉、蛋奶、鱼类。这里要说明一下，我不是说红肉不能吃，而是要适量遵循28原则，20%吃自己喜欢的，80%吃养生的，既要有节制，也要过得快乐。对于素食者来说 ，B12 几乎没有植物来源，建议直接补充营养素，还有镁，它能强化抗癌作用，还能护肾。我当年做化疗时用的是铂金类药物，毒性很大，会损伤肾脏。我查资料发现，补充镁能缓解这种副作用，还能辅助抗癌。镁的来源很广，全谷类、杏仁、坚果、芝麻、南瓜子、深绿蔬菜、香蕉，甚至咖啡里都有。每天喝一杯中杯咖啡，也能补充一点镁。网络上有讨论说，叶酸补太多会致癌。我想客观说一句，任何营养素都讲究适量，过犹不及。叶酸补太多可能有风险，但这不是说不能补，我们要补到建议的正常值，而不是盲目大量补充。不止叶酸，维生素 C 也是一样，适量补充能抗氧化，过量反而会激化氧化压力，伤害细胞。所以核心是适度补充，而不是完全不补。很多人觉得癌症和基因有关，会怪自己的爸妈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。遗传因素在癌症中只占10%、15%，所以得癌症千万不要怪爸妈。癌症的发生是 A、B、C，A 是遗传， B 是后天的不健康生活方式，两者结合才会诱发癌症。世界卫生组织公开的研究显示，只要做好4件事，就能降低患癌风险。第一，戒烟；第二，适量饮酒，男生每天不超过30克纯酒精，女生不超过20克。第三，多吃蔬果，弥补蔬果摄取不足的问题。第四，多运动。现在40岁以下的癌症患者比30年前增长了1倍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变了，食品添加剂多了，农药残留重了，空气污染厉害了，再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，才让癌症越来越年轻化。而80岁以上的老人，当年吃的是粗茶淡饭，没有这么多污染，反而不容易得癌症。这就是自然养生的力量。除了饮食，运动也是抗癌的关键。饮食和运动就像人体的左右手，缺一不可。你吃进去的营养需要靠运动促进循环，才能送到需要的细胞里，同时把代谢废物排出去。这就是中医说的调气血。如果只吃不动、久坐，营养送不出去，废物排不出去，还是容易得癌症。有数据显示，久坐不动会让肺癌、乳癌、大肠癌的风险增加20%、30%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也会上升。而坚持运动能降低20%、50%的肺癌风险，60%的乳癌风险，22%的大肠癌风险，甚至54%的胰腺癌风险。我平时会做2种气功，简单好操作，大家在家就能练。第一种是李凤山老师的平甩功，2脚并拢与肩同宽，双手平举，往下甩4次，第5次的时候下腰，重复练习就行。第二种是掐指甩手功，由李世成教授推荐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双手配合平甩动作，分4个循环。第1个循环，拇指掐食指，连接大肠经、肺经；第2个循环，拇指掐中指，连接心包经；第3个循环，拇指掐中指，连接心包经；第3个循环，拇指掐无名指，连接三焦经；第4个循环，拇指掐小指，连接心经、小肠经。每个循环甩4次，总共做10次，就能起到调理经络的作用。我常说，每个人都有治愈力。我当年得肺癌时，5分钟内就评估了自己的死亡率，知道自己属于高风险人群，肺癌是10大癌症里最难治的，5年存活率只有2%、5%，但我没有放弃，
因为我知道，哪怕只有1%的希望，也要拼尽全力。这些年，我见过很多癌症患者，最终得出一个结论：没有医不好的癌症，只有医不好的心。抗癌成功的关键不是找到多么神奇的疗法，而是拥有积极的心态。你如果自己先垮了，再好的药、再好的方法都没用。你如果坚持下去，哪怕是那2%、5%的幸运儿，也可能是你。今天把我的抗癌经历和养生方法分享给大家，就是希望大家能明白，养生不是花大钱买保健品，而是从饮食、运动、心态入手，做好身边的小事，多吃十字花科和葱属蔬菜，补充足够的营养素，坚持运动，保持好心情，就是最好的防癌方式。我是隋医师，今天的内容全是干货。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要健康，既是对自己的承诺，也能让更多人看到这条救命资讯。记得把影片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，尤其是家里的长辈。你的一个转发，可能就帮到一个家庭。关注我，每天分享靠谱的健康干货。记得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多保重。